的地白，天国故乡满满烟光，啥人会到彼地？真是繁华欠比人多，只好的人拢话。温暖慈悲遍满全地，福气久长无回。迷路的人着行倒转，新君天白面前。上帝今日徛起时远，逐日吟诗无停。世间情人着经繁华，今日免分悲伤。四海同心正做一家，大家同日天庭。迷路的人着行倒转，拍摆求主脚前。慈悲成就伫咱左右，照顾暝日无停。虽然经过黑暗深刻，犹有前途光明。目睭无流悲伤目屎，经有好顺安宁。迷路的人着行倒转，阮我心志加悲。自老保费替咱受死，咱着仰目看伊。我命源头福音真声，拢是对这发起。游子出声叫咱群情，咱着来救阮伊。各位兄弟平安，今日咱要来共读的是加拉太书第4章12节到20节。首先，我先来读今日的经文，加拉太书第4章12节。兄弟姊妹，因为我已经有称做亲像恁，我恳求恁嘛得称做亲像我。恁毋捌去归我，恁会记得我头一遍传福音予恁的时，是因为我身躯有病。虽然我健康的问题真做恁会重担，恁拢无看轻我，无拒绝我，颠倒接待我，恁颠倒接待我，亲像要接待上帝的天使，亲像在接待基督耶稣。恁当时的欢喜满足，哪会煞无去？我敢讲，恁当时若着甲目睭乌出来互我，嘛甘愿。现在我对恁照实讲，煞变做恁的对敌。遐个人对恁热情，并毋是出于好意，颠倒是想要拆开恁甲我的关系，互恁通对因热情。好事毋是干那我甲恁做伙做时才做，着不时热心去做。我的细囝，为着要互恁有基督的款式，我阁一过经过生囝的痛苦，我真爱即阵就去恁遐，通用无共款的口气甲恁讲话。我实在毋知要安怎对待恁。以上，这是今仔日的经节。伫保罗时代，人若伫书信中指责对方的无好的行为，伫尾段通常会请求对方改变，希望会当搁重修以前的友谊。这正是保罗伫加拉太书中会先接治，后来甲请求提出请求的原因。保罗伫伊表示内心的失望了后，伊讲起甲加拉太教会的私人关系，
医生用理气甲因讲，才讲着情，是希望挽回加拉太人的信仰，互因转来正道，这是保罗的用心。22节讲，我已经诚做亲像恁，我恳求恁嘛，着请就亲像我，是讲无阁受到犹太礼制的束缚。保罗去杀犹太律法的胆，是要互伊甲外邦人相共。保罗是咧表明伊已经离开以前的犹太教的生活方式，就像加拉太人同款，放弃靠律法来伫上帝面前称义。保罗活伫基督的内面，就已经弃杀律法的生活，无阁受到犹太礼制的束缚，用律法来代替基督是虚妄的。12节恁毋捌激气我，是讲以前的日子，恁对我真好，亲像13节、14节讲的。第13节讲，我头一遍出录音互恁的时，是因为我的身躯有病。身躯有病，是讲伊身躯的刺，是伊伫邦维利亚的别家较dam湿的所在，目着马拉利亚。这个马拉利亚疟疾，互伊离开别家，去北部山顶空气较清爽的所在。嘛是有人认为讲是近视，还是讲阳痿，但是无一个人会当肯定伊是啥物病，这是到现在拢无法度确定的事。14节，我虽然我的健康的问题诚做恁的重担，恁拢无看轻我，无拒绝我，恁颠倒接待我，亲像在接待上帝的天使，亲像在接待基督耶稣。因为伫南加拉太的所在，有人将因当作神。伫使徒行传14章11节有讲，群众看到保罗的所做，就用路哥尼的话大声发，有神明化身做人，降临伫咱中间啦。12节，因称呼巴拿巴做丢师，称保罗做希利米，因为伊是主讲者。这是使徒行传14章11节到12节，所以因将因当作神。希利米是天使，也是众神的使者。另外就是上帝要互保罗更较谦卑，所以伫伊的身躯加一个刺。毋过大多数的圣经学家认为，这可能是指某一种长期存在，也是周期性严重发作的身躯的问题。虽然有真正猜测，总是无确定。15节，恁当时的欢喜满足，哪会煞无去？我敢讲，恁当时若着甲目睭挖出来互我，嘛甘愿。恁当时的欢喜满足，哪会煞无去？这是保罗爱加拉太的人想看卖，并不是爱因回答。因为因已经受人使弄，当时加拉太人用疼心来接纳保罗，无甲拒绝，无甲看轻，无甲厌恶，反倒接待伊，对待伊亲像上帝的使者。当时因信耶稣是上大的福气。保罗问因：恁的欢喜满足，哪会煞无去？因为伊现在情形已经无共款了。第15节讲，若着甲目睭挖出来互我甘愿，这是一个确立比喻的讲法。若毋是，嘛是有人用7节的经节来讲伊身躯的事，就是近视，还是目睭上的问题。16节，现在我对恁讲，实在我对恁照是讲，煞变做恁的对敌，就是现在保罗将正确的事甲因讲，煞反倒变做因的对敌。这款对敌的状态，迄个时阵也存在。这是遐个犹太教的人、犹太主义的人所留落来祸患，因为这款的行做是袂当入上帝国，佮互信徒无法度分辨真理。17节讲，遐个人对恁的热情，并不是出于好意，
绝对是想要拆开恁甲我诶关系，互恁通对因热情。遐个人遐个人是讲犹太主义诶人，对恁诶热心并毋是出于好意，是因是有目的诶。因诶动机是要互因离开上帝诶教会，借着行革礼诶事，将加拉太人关伫基督诶门外，互因转去到律法诶礼仪上去。但是礼仪诶义并无甲基督并无关系，因为律法并无法当互人诶灵魂得到救。18节，好事毋是干那我甲恁做伙时才有，着不时热心去做。毋通想讲我是因为温困接待因咧恁温困接待因咧嫉妒，因为保罗伊热心待人，并毋是要互人得到好款待，是要互人因为福音来得到救。19节，我诶细囝，为着要互恁有基督诶款式，我佫经过生囝诶痛苦。这是讲保罗讲伊应该对加拉太人得到比别人佫较济诶疼，又是因为加拉太人是伊诶缘故，伫基督内面得到新诶生命。保罗因为看到因伫灵命上诶危机，所以就想要互基督佫生伫因加拉太人诶心中，伊就需要佫过忍受亲像生产诶痛苦。20节，我真爱即阵就去恁遐，通用无共款诶口气甲恁讲话，我实在毋知要安怎对待恁。即节是讲，伊希望即个时阵就伫因诶中间，甲面对面来说服因，因为一回访问比一篇落长诶书信佫较有效果。这是今仔日加拉太书第4章12节到20节这段诶圣经分享，解说无介照全，希望兄弟包涵指教。今仔日金句我选，好事毋是干那我甲恁做伙时才做，着不时认真去做，着不时热心去做。热心待人并毋是要得到人诶好款待，是要互人因为得到福音来得救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我的天父，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，阮知伫信仰上有时会受迷惑，也是魔鬼引诱，也是经文上歪出的人物，拢会互阮的信心绊倒。求你互阮离开迄个试探，独仰望你，信靠你，真正得到稳定的做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